經過2日嘅軌道切換，台鐵新基隆車站29號正式啟用。新站配合都市計劃，分為南站同北站。由於南站周邊仲喺度施工之中，所以舊站暫時唔會拆，仍然可以出入。台鐵新基隆車站29號凌晨完成軌道切換作業，凌晨4點58分開出第一部列車，新站正式啟用。民眾對於設計感十足嘅新站評價唔錯，只不過車站對動線仲係唔係咁熟悉。台鐵新基隆車站規劃為北站同埋南站，目前新站嘅北站已經完工，不過南站周邊嘅配合都市更新計劃同基隆港區接駁，周邊仲喺度施工之中，預計年底先至可以啟用。旅客要由北站進入月台搭車，或者係由舊站進入車站，走到南站之後再落月台搭車。新基隆車站採取半地下化嘅設計，未來將會結合公車、巴士，設置港區旅客快速出入口，成為基隆轉運中心。只不過喺新計劃完成之前，施工嘅過渡期，搭火車嘅旅客仲係要多注意動線，避免延誤行程。